拉姆納拉揚拉姆，整個國家都知道孟加拉國的局勢，那裏關於宗教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？今天我們就來討論這個問題。如果每個人對宗教都有正確的認識，那麼問題本不會出現。孟加拉的人民最初都是原始的印度教徒，如今他們幾乎全部信仰了伊斯蘭教。現在孟加拉國信奉伊斯蘭教的人們大約在500年前原本都是教印度教的信徒。然而在莫卧兒統治時期，由於飢餓、恐懼等各種原因，他們改信了伊斯蘭教，忘記了自己的本來信仰。人類自己創造的宗教已經成為地球上諸多問題的根源。如今地球上大約有400種不同的宗教。如果宗教真的正確，那麼應該只有一種宗教，但事實上這裡卻有數百種宗教。人們應該對此深思，但他們並沒有這樣做。地球上沒有任何人真正關心自然。如果自然、水、空氣、天空、大地不再關心人類，人類將會面臨怎樣的命運？如果我們不了解自己死後該去哪裡、該做什麼，那麼我們永遠也無法獲得真正的安寧。地球上有這麼多受過教育的人，他們應該坐下來共同思考如何保護自然。如果不保護自然，自然將對人類做出可怕的反擊。人類雖然在地球上出生，但地球並不是他們永遠的家。人來自何處，總有一天還要回到那裡。所以既然已經嚟到了這裡，就不應該為了宗教和眾聖而爭鬥。應該在地球上多行善事，為自己鋪就一條通往解脫的道路。如果做惡事只會招致懲罰。今天所有人類似乎都忘記了自己嚟到地球的真正目的。他們必須明白眾聖和宗教並不是真正的現實。當一切本質上都是統一的時候，怎麼可能存在多個宗教？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類本質上只有一種宗教。天空是一個，地球是一個。當一切都是一個整體時，我們又憑什麼去劃分他們？宗教是看不見的，但人們卻以它的名義爭鬥不休。既然你嚟到了這片大地，就應該遵循自然的法則，擁抱自然的宗教，把地球上80億人當作自己的家人，攜手同行，多做善事，為自己的解脫之路打下基礎。